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阮二姐一世人相信运命，人生万事早就注定。记在你外头，互你未计较一。听伊解说，解释相当有理，拢是亲身的经验。介唱听到伊讲迄粒杯星，一逝光光，为东向西，一梦理命，决定伊一世人。有神的人听甲界头吐大气。间生看到神明显示奇迹，会学伊念讲：注定的啦，注定的啦。阮二姐夫一头物理学的人铁起，不管听偌济摆，拢讲是拄呛的。阮南部寒人暗时天星，市内有时也会看到飞星。迄暗去找朋友，拄好乌多摆徛来到12路口。要挖正平入去公园路，对这时头壳顶一逝光光，直直为东向西，背对天顶尾跋无去。阮二姐人迷信，看到飞星歹跳，随着临时换路，马上挖对倒边去。哪知佫徛半截路，雄雄巷仔口撞一只乌倒摆出来，对烧钱。前一个人挂车倒向海，摔一个毋知人去。醒来倒伫台南病院，阮母啊坐伫眠床边流目屎，阮大姐徛伫遐，甲一个少年家咧讲话。母啊看伊醒来，望伊的手提冷叽叽，又搁吼：早就甲你吩咐啊，学倒摆爱细字徛。讲毋听，安尼黑白撞。大姐甲迄个少年家我来看，阮二姐一个面写到乌青结血，睛歪歪拿一块面具，目睭啼袂开，喙也袂讲话。有听大姐讲，但有册来，就无要紧啊。过当日，少年的过来，换一人5叶的美国苹果。迄站美国苹果拄则开放进口，贵甲那仙桃。有时人病到差不多要去啊，才甘买来食。阮二姐心内想讲，等下啊，毋知种一个外伤中。阮母也甲少年家讲，医生有来，讲无要紧，小可脑震动，边仔骨指2支，剩的无伤害。实在真实的，
拢是我害，真歹势。少年的一直回失咧，阮儿子话未讲，用手比，才知影这个闯荡的少年家姓林，就是伊翘倒摆来收葬的。这个少年家尾也就是阮二姐夫，后来伫台南工学院，就是即马成功大学教册。伊甲阮二姐行2冬了结婚。阮二姐话未讲，用手比，才知影这个闯荡的少年家姓林，就是伊骑奥多摆来烧葬的。伊只写闯荡的闯，仓库的仓吼。少年家姓林，就是伊骑奥多摆来烧葬。有人甲我问讲闯红灯要安怎讲？讲撞红灯，这个是撞，不应该过，甲撞过，迄个做撞，用安尼讲较紧所以这个烧撞甲烧精、甲烧弄，佫无啥共。烧弄当然嘛是了有意外的意思啦，嘛有超工的时会烧弄飞星这篇小说真特别，是单类的作品内底较少出现的题材伊在讲的是这个文明佮有现代的这个理性的科学两种无共款的思维伊透过伊的儿子儿子甲儿姐夫两个人相拄的时阵呢其实是因感觉足少会有安尼的机会互因两个人相拄查甫的林先生读物理学，哇！读物理咱知，即款人伊万项代志拢以科学做根据就准讲伊是因为飞星才甲因某来结缘。伊嘛认为是拄枪的，拄好尔啦。伊即个因某林太太再来相信有命，伊是认定人生万项代志拢早就拄好所以一个相信科学，一个相信文明，两个想要结缘真趣味。迄暗这个姑娘就是林太太，迄阵当然姑娘嘛。哇，学倒摆徛在这个十字路口，对伊的头壳顶一撮光光，直直对东西，背对天顶尾，跋无去。就听人讲，想讲这拄着飞星，歹结掉伊本底是要正冤的，毋通却临时改倒半路这个巷撞出来一只奥多摆，两台小龙，弄一安怎？这个可能说整一个毋知人去毋知人当然就送去病院伫内底伊嘛讲着台南的地景，佫是公园路这摆佫是公园路所以呢，伊写着讲伫南部的官人暗时有诶时阵会看着飞星飞星咱其实即马就少看着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伫现代社会，因为这个厝愈起愈悬，佫有这个光害愈来愈强就是暗时点灯火空棒neon这个灯火。拢互即马咱夜头看天顶的时阵，较无法度搁再看着星所以共款即个飞星伫单位迄个时代，伫南部是看会到的，但即马已经看无飞星内底即个二姐夫伊伫个台南工学院，就是即马成功大学的教册。成功大学是咱台南真有名声的一间大学。伊较早是台湾总督府1931年开办的即个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分做3科，是日本时代台湾上悬的一间工程学校。迄当时日本人为着要确保因的统治的优势，限制咱台湾人读册的即个范围，敢若开放医疗、农业、教育这个范围。后来为着国家的需求，才进一步培养工程的人才。台南高等工业学校伫1944年的时阵，改制叫做台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分科增加变做6科。毋过嘛是敢若收查某囡仔，台湾人真少。
伫咧战后1946年诶时阵，才来改名台湾省立台南工业专科学校。无偌久就搁升级叫做台湾省立工学院，大家拢叫伊台南工学院。后来因为有美国诶教育援助，伊规模愈来愈大，一直到1956年诶时阵，才改制做省立诶成功大学，嘛开始收夜间部。即仔已经叫国立成功大学，已经有9个学院，11个校区，学生有2万外人，校友嘛有20万人。有一回去高南片佚佗，台湾尾巴士海峡的乌天，彼暗飞星落雨，一阵一阵飞来飞去，袂输咧放烟火。两个人坐伫悬悬的海岸，阮记者举起乌天讲：你敢知？若毋是这飞星，咱两个永远袂相遇熟悉。是安怎讲？迄暗我伫公园路口看到飞星，临时换路我位倒边去，才会甲你相争啊。迄飞星就是带你来找我的。哎呦！记者甲伊念，袂见笑，是你来撞我的。我问你哦，你迄暗乌多摆青工装是咧装啥？对啦，即项稀罕的代志，二姐夫拢也毋捌甲人讲，人也毋捌甲问。即时伊头醒起来看天，星咧飞，语语啊笑，讲出一个大秘密。我得奖冠。二姐甲真，就是伊咧讲算的。真诶？啊，你太拢毋捌讲？啊，你也毋捌问啊？啊，是着偌济？大奖的，1万块。哇！无怪你迄阵遐大路，逐日来病院拢赶美国碰果。二姐夫害头，算袂好啦。安怎袂好？迄1万块，敢若碰果钱，甲你入院的费用都无够。二姐搁甲念，袂见笑，谁叫你过大路？你敢捌搁再着过哈？毋捌，一世人敢若买迄一张，着迄摆。哦，两个人肩胛相贴，伊笑伊也笑，坐伫高南片的海岸，看大海顶面的乌天，规片悬悬悬，透去到无限。记在清凉的海风吹，记在飞星光影影，一粒一粒，一逝一逝，搬无去。注定的啦，注定的啦。伊甲某咧，二姐夫做细声问伊：你敢知影？知影啥？迄张奖冠几号？你敢也会记得？听着嘛会记得。几号啊？甲你讲，你嘛毋信。几号 ？A301207。301207。二姐夫点头，一字一字哪念？民国30年12月初7。就是你的生日。你太拢毋捌讲。你拢毋捌问啊？伸手甲某挽来，讲：迄日我得这个大奖。你迄阵遐大路，讲到大路，我顶几日才伫面册介绍这个路，上少超过10个意思。这大路毋是干那道路的路，像讲这咸路我无路，甜路我无路，种类嘛做路啦吼。讲伫遮讲大路是真慷慨的意思。这路是安怎有慷慨的意思？咱知影较早，即摆嘛还佫有啦。即摆徛街头前的路是别人的，要互你过毋互你过，在这地主。
画到尾都无法度啊，硬度要花就炸起来动起来，这就无大路。中咧，伊有穿插一个，因为阿姐互车弄着，所以住台南病院吼，所以伫遮有讲着。过当即个少年家吼来看阿姐诶时阵咧，就赶即个五曜美国诶苹果吼，伊有讲迄阵美国苹果拄则开放进口，贵甲那仙桃吼，我嘛是伫我印象中，我诶阿嬷也是阿爸，因要讲。苹果吼，另外上好就是五曜诶吼，拢会讲哦，迄个五曜苹果偌香偌甜吼，迄个气味偌好吼，甲即个五曜苹果形容甲是少好食吼。当然即马苹果对现代台湾社会来讲，已经是足普通诶果子吼，袂感觉五曜诶苹果有啥物珍贵吼。但是伫单雷所书写迄个年代，五曜诶苹果是比一顿饭搁较贵哦吼，贵甲那仙桃吼。所以伫遮咱嘛会当看到无共诶时代吼，食物就会真无共款吼。所以伫遮其实就是咧讲二姐甲二姐夫咧相弄结婚以后吼，因就定定在讨论即个运命到底敢是运命，还是科学吼。所以中嘛有讲到足济，包括即个姐夫去买吼，早期咱讲爱国奖券吼，就是即个奖券吼得奖，佮有伊顶面的即个数字，竟然就是阿姐的生日吼，有足济呛数即种卡项吼，足拄好诶即种代志吼。但是二姐夫嘛是认为这就是科学的世界吼，因为是读文理学出身的。苹果哇，即嘛吼，尤其这个进口的，逐国都有啦，有够俗的。几十年前你爱知呢，咱细汉时苹果食袂起的，一般破病才通食苹果。哇，这少年才慷慨，逐工看苹果，看啊看啊，2冬了，这过年哇，真正甲这个林的结婚。五角苹果是对美国进口入来的。自从美国进口五角苹果了后，吼，这个果子的市场从安尼变做苹果较袂遐贵酸酸。原本苹果是贵酸酸的物件，落尾从安尼对一粒100-200块、200-300块，一直落来到3粒100。吼，若亲戚朋友要去看病，还是做单路呢？就买一盒6粒尔，开200块，就容易去看病人啊。所以迄当阵若朋友咧做伙，拢会讲你若破病吼，你着爱甲我讲呢，我才赶一个苹果箱来去甲你看。苹果箱是干那箱无底苹果，迄是咧消遣的话啦。毋过苹果吼，顶下有一站蔡英文咧做陆委会主委的时吼。有一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甲伊质询，问讲是马祖较大，还是你较大？因为迄当阵蔡英文的迄个立场徛较中硬所以蔡英文安怎甲回答呢？伊讲迄冷牛甲柑仔是无共款种类，袂比例啦。即句话讲甲足水气，大拢学咯。冷牛甲柑仔是袂比例的，冷牛较价值啦。民国38年，国民党政府摆舰逃亡来到台湾，佮带来123万的这个公务人员啦、军人啦、百姓啦，大多数拢安插伫各机关、政府机关、甲军队、学校、甲公营事业的工厂内底。这些人需要生活，所以呢，政府伫迄个财政困难的情形下，就安尼发行爱国奖券。迄当阵有税金扣甲无税金，所以早当时台湾人笑中华民国万万税，税是万万种的税金，骑铁马嘛爱缴税安尼，了后呢，台湾省政府委托台湾银行发行爱国奖券，爱国奖券第一特奖是20万，政府做内场甲百姓跋缴，虽然后部毋过会用趁钱，迄当时的20万会使伫台北市买一栋2-3层楼的透天厝这个爱国奖券对一张5块，卖到100块，奖金嘛对咧提悬啦。最后爱国奖券就因为香港的六合彩传来台湾，化身做大家乐的跋缴方式。最后呢，为着安尼，就安尼甲
爱国奖券结束起来，拢总伫台湾卖37年，发行1171期。二姐欢喜甲流目油，注定的啦，注定的啦。毋过，阮二姐夫诞生这稀罕的奇迹，一丝仔都无古怪。明仔载日头会出来，今仔暗月亮要花去，自然得来发生拄呛的啦。一项物理学的人，一切照科学的定律来说明，无信运命，无制作罗曼史，伊认真甲伊解说。这叫做机遇律，发生的机会是偌济，拢会算伫。我算互你看。第一，我拣这张奖券，这组数字，拄好是你的生日的机遇率偌济。第二，这7个数字拄好全部拄照中迄个奖的机会偌济。搁再来，这张奖券又搁是你的生日，又搁得1万块大奖，两项代志同时发生的机会偌济。哪念哪算，阮二姐直直海头甲斩。来，你要算机会，我讲互你算，看你偌够算。我2月初6迄日，迄暗，迄个时阵来到迄个路口，拄好举头看到迄粒飞星，为东往西直直飞去，迄个机会偌济。咱地球几来亿万冬，拄好迄个时阵，射来到迄位，迄粒飞星几来亿万冬也拄好，迄分迄秒。飞来到迄个所在，伫迄万年，为东往西直直飞，攀落去，迄个机会偌济？一个你算看觅。二姐夫互伊问一个煞戆戆，毋知要安怎算。迄个机会实在比着奖券更较茫茫渺渺，差不多无可能来发生。毋过伊毋认输，举物理学的大炮出来帮。你无读物理学毋捌，量子力学有一个基本定理，叫做无确定定理。伫量子的世界，无一项代志是100%完全确定，每一项代志的发生，拢是统计上的一个机遇率尔尔。连早时日头出来，暗时月亮花去，嘛是统计上的机遇，毋是100%。但即节红某话尾。毋知安怎结束。不过，原在阮二姐相信运命注定，二姐夫坚持机会拄呛。每日大大细细的世间事，想到就捡来相争。两人定定为这个困难的问题并未收煞。迄个机会实在比着奖券还是奖券搁较茫茫渺渺。差不多无可能来发生，茫茫渺渺、无确定的代志，还是无法度相信的代志，还是阴暗的所在，让我做茫茫渺渺。我看到这个事的时，就想到歌去，阴魂若精神起来，伊第一个唱的就是梦的梦的，妙的妙的。拢用即款的，伫阴暗的所在，这是阴暗的所在意思。茫茫渺渺，其实伫华语的意思，嘛是无法度确定，还是无法度相信。结婚了，即两个人价值观原在无变啊！这价值观人价值观要变，实在无简单。林太太共款相信运命注定。林先生坚持是这机会拄呛的啦，所以生活内底的大细项代志，翁仔某拢有才调相争啊。大项细项，你看价值观差够济，一个讲拢爱照科学，一个讲爱做好啦。所以讲咱这个世间啊，万项代志，不管是运命注定，还是机会拄呛。事实拢是未知啊！讲实在，科学你看遮尔发达，其实抑佫太侪代志，科学嘛无法度解释。
二姐夫是一个科学出身的吼，是读物理的，所以伊无像二姐安尼相信运命，伊认为所有的代志拢是几率，几率用科学的几率算会出来的。所以这篇小说透过两个人无共款的价值观，来看出运命甲科学到底是安怎呢？清代的物理系是因为协助清代即个美国普渡大学教授，伊甲物理看做讲是工程基础的即个学科，所以伊伫个1956年的时阵就来设立。隔当美国物理的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因摕到诺贝尔物理奖，这是华人头一摆得到即个奖。同一当，苏联成功发射头一粒的一个人造卫星，所以这两件代志，互国际间愈来愈重视物理，所以物理系就启动时变做台湾的学生联考的第一志愿。其实，这两种讲法，拢袂当甲伊证明，也袂当甲伊否定，差不多甲讨论宗教哲学共款，要太正的线有一个结论。而且，人事以外宇宙亿亿万万，大大细细现象也是共款。计算起来，每一项产生的机会率遐尼微小微渺，差不多是零。理论上，差不多无可能来发生。毋过，一项一项拢确确实实来发生，变做现现在在的事实。不过，我有咧猜想。拄像机会率这个原则，会使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亲像两只奥多麦伫迄个地点、迄个时间相撞发生的机会率，虽然真细真细，毋过为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两只奥多麦伫别个地点、别个时间无相撞，无发生的次数已经真济真济，差不多无限济啊，所以。虽然伫迄个地点、迄个时间相撞的机会真少真少，嘛是会来发生。用这个想法来看，宇宙大大细细万万事拢有可能发生，但是拢无100%一定会来发生。培生这个主要是咧想讲咱人定定咧讲命运注定啦啥货啦逐项拢命运啦也是讲。毋是注定的是安尼，逐项拢碰拄枪的，即个问题啦。用即个故事来看，讲即个问题到底有啥物答案无啦？就是讲两只奥多麦相碰，真小的代志两个人怎安尼真拄枪无理由的相碰就对啦就是讲到底这是注定，就是安尼命运注定两个人。会相碰落尾结婚安尼也是讲纯粹是碰拄枪的啦毋是讲生来就即条路线就一定甲你决定啦咱做人上大的问题就对啦。我来想来想去结果就是讲两项拢无答案啦。因为你若讲命运注定，你的假设就是讲迄是拢命运嘛。命运是毋知影的物件哩，对无？命运是啥？我问你，命运是你嘛毋知影啥物来？安尼就是表示讲，命运即个物件是表示讲毋知。我若讲这逐项拢毋是优先的安排，是碰拄枪的，一项碰一项，一项碰一项，到尾才来发生，像阮两个人骑奥多麦，一个若较早2分钟，一个较慢，都袂去碰着咧，所以这种安尼连续的碰拄枪，无人决定的，来结果来发生。我若讲安尼，你嘛会当讲这个碰拄枪是啥物？就是机会嘛无预定的机会了，毋知影当时要发生啥物叫做碰拄枪啦阮记者用运命来解说，逐项代志拢先安排好一定照安尼发生。表示万事有一个全能的因素咧决定，但是这个全能的因素安怎来决定发生甲无发生，咱嘛是完全毋知，敢毋是？阮二姐夫讲是机会率，一切自然发生，
要发生就发生，无任何附带条件因素。这嘛是等于完全毋知，敢毋是？结局，咱人知甲毋知，这两个神秘成人的境界，间成就是伫遮画一撮乌白界限线，袂当超过。我的回答嘛是讲，生成就是安尼我袂当甲你解释讲，啥物来决定这个碰拄墙，还是讲伊自然家己发生，表示讲我家己嘛毋知啦，嘛是毋知啊，到底这个碰拄墙是啥物物件？我会使甲你讲，这是自然的现象，就是安尼尔。嘛是表示讲我袂当解释，逐项拢怪自然去，自然就是安尼。甲你讲，逐项拢命运共款意思啦。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咧讲安尼啦，结尾就是讲，咱人有一寡代志，咱是咱的了解的限度就对啦。超过这个限度，咱是可能永远袂当得到答案，就是安尼啦，这篇小说主要伊就是咧，互咱知影讲这个宇宙的神秘，其实嘛是作家在追求的。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咱知影文学创作其实是人文，毋是自然科学。但是单类伊本身是医生，所以咱其实伫伊的作品内底，有的时阵嘛会读到一寡甲文科出身的作家无共款的书写，会当讲伊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书写，的试探。所以咱伫单类的作品，有的时阵会看到伊描写足侪辛苦病痛、艰苦病痛，可能甲伊做医生的背景有关系。伫即篇内底，咱看到伊去探讨这种物理学，也是这种宇宙的神秘。结局，咱人知甲毋知，这两个神秘成人的境界，界成就是伫遮画一撮乌白的界限线，袂当超过。结局，了有意思来讲，华语来讲是讲结果，毋是结局哦。咱台湾的结局有迄个结果意思，阮二姐夫中年过了，性情渐渐改变，年岁愈有，妖异心愈重，甲阮二姐斗斗袂和冤家。你今仔日走去倒？规工无伫厝。我甲朋友去食饭啊。甲啥物朋友？查甫还是查某的？查甫查某拢有啦，你问我这要创啥？我恁翁我袂当问了，你讲啊，你甲啥人出去？我甲谁出去，免恁管啦。尾啊，两个人做伙要30冬了，分开离婚。阮二姐人生坎坷，一世人失意的代志真济，做人严硬，毋捌听伊怨叹。伊的大汉后生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了，第2冬就恶性脑癌，6个月内过身，还未有事业，还未娶。为破病到过身，阮二姐毋捌随一滴目屎水。到尾来，化疗伤艰苦，人暂袂牢，甲因母啊要求莫阁治疗，阮二姐嘛是答应。毋是伊心袂痛，袂晓艰苦，猜想起来是伊相信命运，人生的欢喜、痛苦，拢放入去命运的铁盒内底，收起来毋免计算。所以外口看无，一直到出葬迄日，葬礼煞，棺柴要扛出去迄1万年，内面压力伤大，做一个崩破，雄雄哇一声，大力放互爱，爱甲无气无声，心肝腹内脆糊糊。过无几冬，伊家己也着癌症，经过化疗，随搁再断线，
无一年就过身。上尾食道塌起来，未食未啉，甲医生要求停止治疗，倒伫眠床接莫非止痛，规日敢若吸几滴水甲高接。安尼前后足足倒38天，生命的火若短短蜡条，寥寥倒，愈倒愈细拍，最后剩皮甲骨，才拢总化去，无声无水，灵魂离开痛苦的身体，无止一粒目屎。断开迄日2月初5，甲35天前同奥多麦迄日差一天。毋过，若是算台湾时间，拄拄好共迄一日。安尼前后足足倒38天，生命的火若短短蜡条，寥寥倒，愈倒愈细拍。这文学性足悬的生命的火，那这就用譬如咱人的若像一拍火咧倒，若火去。人翘起的讲法死亡的讲法，我收到超120种，嘛会讲化去，最后剩皮甲骨，则拢总化去，无声无水，灵魂离开痛苦的身体，无止一粒目屎。化去到底用变化的化，这是古不离宗。就毋知影火是安怎写，火气病情严重，也是特别巧的这拢会使火气。我拄讲的巧气，嘛会使讲火气。文章的后壁有讲到，伫台湾尾的即个鹅銮边下，看到看茫茫的海面，感觉是一个无尽邦的即个神秘的宇宙，有一粒飞星安尼飞过，所以互伊。去照念伊的儿子一生，去思考所以最后嘛讲，代表无限的美智，永远袂当超过。所以我认为，伫伊的小说的最后，有一种人伫天的面前的谦卑，人的美色，人的无法度测度，咱会当讲，咱无法度知影天意到底是运命，还是到底是咱算袂出来科学的规律，到底是倒一种？其实知甲毋知，咱拢毋知。所以咱只有伫天的面前谦卑，是作者的这篇文章后壁，互咱思考的一点，就是人的美色，甲人伫天面前的谦卑。你若讲硬要一个答案，我是讲，我要选讲这是碰拄枪的，就是逐项代志拢是碰拄枪。小代志，安尼一直才到发生，安尼，所以拢袂当按算就对啦。这为什么我会较选择这个？就是讲，咱的物理学上基础的现象，就是量子力学的现象，就是讲，逐项拢是有变无，无变有安尼一直，无规则的规则就对啦。这就是。所有的物理现象上基本的规则，这是最新的量子力学的了解啦。另外一方面，你若讲命运，你这要安怎证明？你若讲是碰拄枪的，咱至少物理学顶悬了有一寡真可靠的知识会当讲可能
是安尼啦。啊，其实将其买来是无答案。人生漫漫事，或者运命注定，或者机会拄强。若认真追求，敢毋是咱上界毋知，上界袂当知，又搁上界爱要知的问题。这个无限量的未知甲毋知，亲像迄个台湾尾鹅銮鼻美时的大海顶面，乌麻麻的悬天，神秘无限。雄雄有一条飞星飞过，一撮直直，光光影影，为东向西，真是光彩美丽。一时啊，尔尔，难免会想起少年，甲阮儿子一生共款。不管注定也是拄强，袂输一条飞星，上加嘛是影一个。过去了后，愈较互人谦虚感受，思考迄个恬静野悬的乌天，代表无限的未知，永远袂当超过。暖暖十门客。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瑞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瑞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梁志。飞星这篇故事借天顶美丽短暂的流星。来探讨男女某一个时间相拄，互相产生兴趣，因伫对方的身躯顶看到和家己无同的所在。有人讲这是互补关系，在我看，这种关系有淡薄仔危险。我相信本性就是本性，暂时着的改变来配合对方，时间久来，就会搁转去做家己。这就是人性。生活中会有冲突，无即刻会现兵去，毋过会豆豆仔捏着，到最后像飞星安尼飞落去，消失去。人一生要拄着啥物代志，真拗直讲。像故事内面，阮儿子因后生敢无优秀，毋过若拄着啊，嘛是无答话。搁较毋甘，嘛着接受，飞星就是飞星，无去就是无去啊。心内在叫你，故乡。
我永远的故乡。